强度风台空雷接近台湾，花莲大东澳即嘛是错得等，农民开始抢收，渔民嘛赶紧固定渔船。这礼拜要伫花莲举办的5月天演唱会，嘛已经宣布讲要延期咯。这是5月天，就要伫11月初3，伫花莲市东大门边仔举办的演唱会场地，还阁当咧大舞台，即嘛已经停工。相信音乐嘛伫卖奖夜公告活动延期，真侪民众拢感觉真失望。花莲有这么难得有邀请到5月天来，我觉得没有来是蛮可惜的。希望还有机会他们再回来。李小姐嘛开始接到退房的电话，完摊地动了后，真无简单有一场进行花莲的演唱会，煞受到风台的影响。不过，要是提醒民众注意，要未发布陆上风台警报的时阵，就退房，会去互收50%的保证金。发布了台风警报之后再来取消，我们其实是会全额退款的，不会收取您任何费用。旅客们呢，你们可以保留定金，等到5月天把这个延期的这个日期公告出来的时候，大家有机会可以再过来。另外，在花莲市区，公所开始修整路树、清理水沟啊、设置抽水站，有力的农民嘛赶紧挂办工程啊，希望把伤害降到上低。请大家一定要把车子开到不要是树下的这个部分哦，那尤其可能树会整个倒塌。台风来了会造成倒伏，倒伏之后泡水严重一点的话会烂掉或发芽。现在在台东富港渔港，差不多所有渔船拢已经入港，渔民无用把渔船规批刷去安全的所在，嘛加绑一寡锁啊固定，较袂去风台扫变过。都打病要出港咧，风台就搁要来啊，都赶紧搁未啊。50-60年都阿捌这寒天时咧做风台啊，我嘛是头一遍去拄着。抗瑞风台路线虽然还阁有变数，不过花东两关批拢变真暗，民众搁较烦恼铁路公路会搁一届受损长，对在地产业搁一届造成冲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